孔子说过：或罪于天，无所早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有违天理，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观皇上帝戒规：一、戒不孝父母，轻慢先灵者同罪，因亲长辈先灵一同。二、戒侮慢兄长，兄不友爱弟者同罪，姐妹因亲平辈一同。三、戒污秽造君，不敬天地神明者同罪。四、戒打胎逆女，溺爱不教者同罪。五、戒嫖，防御过度急躁淫子者同罪。六、戒赌，游手好闲及做无益事者同罪。七、戒污秽自止，放圣贤，假刀笔者同罪。八、戒道人过失，自恃己短者同罪。九、戒缩人争讼，自好讼者同罪。十、戒好勇斗狠，包住险心，深藏不露者同罪。11、戒骄傲满甲，故令良言，不开导愚昧者同罪。12、戒食牛犬肉，并好食山禽水族者同罪。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知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者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1章第20节，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。在我们生活经验中，当我们尽了所有的